因为疫情的关系哈，那准备时间都非常的紧凑。但是大光国小其实在线上教学这块、科技化教学这块，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那当然，老师平常的这个资讯素养，就是要长期的去培养的。那特别要提的就是资讯组长。我们在停课一宣布的那一刻，他就冲到大卖场去买所有我们学校需要的3C 产品。接到这样子的任务的时候，其实我还蛮开心的，时间压力很大，对，但是对自己的期许也是很高，所以希望可以帮上忙。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5月起，因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全国升级为3级警戒，更在5月18日下午紧急宣布，隔日起各级学校停止到校上课。家长们纷纷担心，停课期间孩子们的学习该怎么办呢？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在宣布停课后，立即公布线上教学资源平台，率先推出国中小统一课表。公版直播教学的课程，第一天的公播课程网络浏览就超过100万人次。这项做法随后也引起多个县市跟进，让学生们在防疫停课期间可以停课不停学，安心度过疫情。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教育局长怎么说吧。教育局呢，在去年的时候就提出了3种的线上自主学习的模式。第一种就是联合了3家出版商，他们提供了免费资源，这也是全国第一个请他们来提供的。第二套就是线上有很多那个自主学习的资源。那第3种叫做同步的这个远距视讯教学老师呢就要开始去学习。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辅导团体呢，大概都受过远距视讯教学这样的训练，包括 Teams 或是 Google Meet。那所以在今年5月18号宣布，19号开始全面停课的时候，我们就很快的跟辅导伙伴讨论，就做出了这个应该是全国第一个所谓公版统一课表的直播教学。每一个人都是想，我们为了所有的老师减轻他们的这个负担。同时很快让孩子停课之后，他的学习就没有中断。所以现在我们台南的这一个部分也已经架设在我们在全国教育部资科司提供给全国孩子跟家长所谓要自学的一个平台上。我想透过这样的资源的这个共享，我想我们能够一起在全国一起防疫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停课了。我们也能让学生的学习不中断，我想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荣耀。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1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仔日台南市新增加一个确诊的病例，这位80多岁女性是美国月23号为北部来台南找朋友，造成白河3个人的家庭确诊的厝边，因为无挂喙暗做伙泡茶开讲所造成的。另外一位为台北万华返来台南的妇女，30号确诊以后有去过安逸公园、甲安平市场等所在，也全面消毒，而且安平市场为今仔日开始，搁休市3天。31号台南市疫情记者会中宣布，加添一个确诊病例，一名住台北万华的70多岁妇人18号坐火车到台南，25号出现症头，30号伫台南确诊。因为期间曾经行路前往安平菜市仔甲安逸公园，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安平市场除了紧急消毒，嘛休市3天，到6月3号拜五才开始营业。对此，市长强调，对过去确诊者案例，都有到市场来观察。除了强调实联制要紧，嘛呼吁5月20日有去过市场的，爱特别注意。许多这个确诊者事实上也跟市场脱离不了关系，所以还是要
苦口婆心的拜托市民朋友们到市场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做好10连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确诊者外地来台南的一个确诊者他这个在5月20、21号分别到市场去2次，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通知到其他那天有没有去的人，因为在那个时候虽然已经5月19号已经实施这个全国3级警戒了可是我们因为没有10连制还通知不到人，所以只好跟各位公布这个足迹，希望说那2天5月20、21号有到安平市场的朋友们请注意，如果身体有不适先做好自主健康管理，身体不适的话要赶快去这个筛检就医那这段时间也因为这样的特别呼吁10连制的重要因为你如果没有看到这个直播，你也如果忘记了自己那一天有去到市场去的你真的不知道那你就没有办法被通知到，那可能如果因此染疫就成为这个黑数那坦白讲这是很不好的，在整个防疫工作中是很不好的。当然，真侪县市的传统市场已经采取采港分流，有的是依照身份证2号来分日期，对厝台南市到尾对咧做。市长黄伟特强调，台南市算是真早就做 QR code 甲10连制。当然，传统市场问题就是容易聚集，所以如何掌握有去过的人来列入居家检疫，其实是自主健康管理才是重要。台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因为全国实施3级警戒，台南市公私立幼儿园停课延长到6月14号。在政府实施纾困进前，未少家长向民意代表陈情，希望停课期间会当退费。不过，在停课无停班的状况之下，加上政府纾困的细节也未明确，互所有业者是叫苦连天。市长郭信良表示，虽然教育部日前公布私立幼儿园在停课期间6月份的代收代办费用先唔免收，不过在5月停课期间，议员嘛接到未少的家长陈情，希望会用按比例来退费，减轻家长的负担。那我接到了陈情，那原则上就中央疫情中心从5月18号就开始停课到这个月的6月14号，那这段期间为期将近1个月哈。那这些学生的一些教的那个师资的教，不管是公立也好、私立也好的幼稚园的收费呢，他们也就有一些意见虽然呢教育部已经有核定呢，就是针对我们的营养午餐材料费交通费呢就要退给人家，6月份开始呢就暂缓缴纳一些费用，但是重点比较多的就是在一些的学杂费里面，那篇幅就偏了将近2/3。那学杂费是不能够退的那而且在公立的部分那老师已经都有编列正常预算在支领了嘛。私立的部分呢，它有行政院这个核定的版本的4.0，它又可以申请补助。所以原则上我是建议啦就是将整个的费用呢全部都不必收。就是呢到几天呢就不收几天，这样呢还符合这个家长的期待。不过，徛伫个私立幼儿园的立场，台南市幼教协会理事长王华勇表示，因为公立甲准公共化幼儿园有政府的补助，伫个停课无停班的状况，私立幼儿园的收入大约一半拢是支付人事成本，加上其他的营运成本，大约占全部的8%5左右。伫政府纾困也无明确，如果佮加上退费，恐惊会压垮私立幼儿园。这次疫情实在来得太快太急了，那所有的业者都是在仓促的情况之下去做了事后的准备。那第一点，我们遇到的困难，第一点就是我们完全面临没有收入的状况，因为政府的政策是停课不停班，所以停课就没有收入了。那不停班，大家都知道一样有支出。基本上我们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入是0，资是正常，就是停课不停班对我们的冲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还要退费。基本上来讲，我们6月份
没有收入就没有所谓的退费。可是我们在5月的下半个月，我们没有上课，有一些东西是要退费的。当然细节可能就是每天元首会比较不一样，可是这是我们面临真正的问题在这里。所以基本上我们面临这2个问题。第3个最大的困扰是什么？不确定性。我们一直都不知道我们的停课到6月14号以后，如果继续停课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因应？我们应该怎么面对我们的员工？因为基本上员工就跟我们的家人一样，我们也不希望他整个从6月下半旬以后是没有收入的。我们一定会尽量满足到大家的基本生活。可是业者本身如果长期1个月、2个月、3个月没有收入的话，他的支撑能力到底有多久？虽然现在是停课的期间，不过厝内如果无人照顾，还是有家长会将小朋友送到幼儿园。幼教的老师同款是爱上班，伫同款的人事成本甲营运状况，侪私立幼儿园嘛毋知影会用个挡偌久。对此，市府教育局回应，已经向中央来争取，一旦相关的补贴甲执行的细节公布以后，教育局嘛会马上通知各私立幼儿园提出申请。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面对这波疫情，为了避免传统市场成为疫情的破口，看到中部甲高雄拢已经实施采买民众分流，生意难免受影响。议员蔡小薇就提议，公有市场降租金，对此市府也同意，摊位的租金拍7折。面对这波的疫情，伫个防疫期间，连带嘛影响着民生的经济，为减轻摊商甲业者的负担。议员蔡小薇原本希望市府会用个比较去年公有市场的单位租金6折的优惠，加上目前市场处的所困，只补助素食摊位来设置食物的做走。不过现在已经全面停止内容，恐惊的补助并无实质的成效。有鉴于日前因为我们的市场的摊商来跟我陈情啦，去年在疫情来临时，我们的市政府就有针对市场摊贩租金呢，给予6折的一个折扣啦，那日前我也向我们市政府陈情反映，呼吁我们市政府可以跟我们市场摊贩呢，我们的摊商站在一起。那也非常感谢台南市政府从善如流的答应了台南市的59座公有市场，针对他们的摊贩租金的部分给予7折的一个折扣。我认为现在市政府它针对我们公有市场呢，其实目前是给予这个熟食区，然后有这个隔板的一个补助方案啦。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升级到3级的一个疫情的戒备，所以其实很多都采用外带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补助下，相对于我们的市场摊贩的摊商呢，他的感受度就会比较低。那还是希望说可以针对他们的营业成本的负担呢，给予比较实质的帮助。对此，市府从善如流，宣布全市59座的公有市场单位的租金7折来优惠。至于相关的纾困贷款，议员嘛希望市府会用将款来处理。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由知名音乐人许常德牵线，邀请金曲歌王阮谭阿翔以及台语歌后詹雅文为南昆新大天府王爷创作音乐主题曲。这首歌曲的风格新调，跳脱传统庙会音乐的展现，而且阁互北家将来担任 MV 的主角。由金曲歌王阮谭阿翔编曲创作，台语歌后詹雅文演唱的《咱拢是囡仔》MV， 就伫咧近日正式发表。有了歌王甲歌后的加持，这条歌会当讲是金曲奖顶级的组合。而为虾米会有这次的合作？廖峰表示，就要为同款嘛是5王虔诚信徒的音乐人许常德来讲起。这条歌是因为咱廖人有这个许常德啦和这个首富台湾首富来给咱介绍来参悟啦原来伊就是一个作词作曲的那是一个名家啦
伊对我的信用啦吼，伊是真诶虔诚，所以讲伊开始来参与，来介入即个，咱庙嘛感觉讲这真有意义啦吼，所以讲咱欣然接受啦，来就是接受伊的片歌安排吼。记者伫现场也用电话采访到知名音乐人许常德，伊表示，伊将王爷当作是伊的歌手，为伊来写歌。这是帮那个南昆生代天福啊，写这个王爷庆典的歌啦，其实就是把王爷当作我的歌手，所以一开始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呢，那我就要开始去研究，就是王爷的一些历史，好，然后代天福的一个就是多年来的在信众中的做的一些事情跟形象和特色，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要说，就像我是你们有看过昨天我放出来那个2分钟的短片吗？其实重点就是我觉得说，其实要很正义，要很善良，要互助，因为王爷在台湾300年，最为人知的就是帮人们度过一些瘟疫的一些困难，所以呢，我就想说，一个有这么有热情的人哦，一定内心有一个很纯粹的心，就是因为这个不是说我们去帮助人度过一个内心的慌乱而已。因为只要是有疫情哦，真的就是连身体都是要受苦的，连生活环境都是要受困的，然后其实，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并不知道，就是今年会发生这些疫情的事情，对不对？那时候还没有嘛，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一点都没有想到，只是说怎么会这么一个凑巧，就是说我写的这个歌的一开始的那种，就是主题就是 Child in Me 嘛，就是我们都是孩子。新调的编曲，动人的演唱，搁加上百家将的跳灯，甲缘分地带的特殊景色，互咱拢是囡仔这首歌，打推出就造成袂少的话题。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咱先去看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受到风面影响，咱们水库4天来累积达到126毫米，预估有将近570万立方米的水资源。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局表示，这只是小看止水单，虽然无法度解除大旱的危机，但是对水情也加减有帮助。虽然风面渐渐远离，根据咱水局观测资料，一日开始到上午9点为止。咱们水库积水区也是有12.1毫米的降雨量，会当持续一直水情。咱水局表示，统计这波降雨会当为咱们水库带来570万立方米的效益。另外，伫南华水库4天内嘛有一块水资源入库。这一波雨从5月28号到今天6月1号7点为止那这样在我们曾文水库的雨量累积。大概有127.6毫米然后它的进账的话，预估的效益大概会有570万吨的一个入库水量那南化的部分呢，就是也是有累积到100.7毫米的雨量那它的入库的话，包括我们的那个越狱云水，我们大概有700万的一个效益也就是说这一波雨量提供我们
台南地区水库的水量共大概1270万吨的一个水量，大概可以多10天以上的一个用量啦。随着日流量一直持续攀升，咱们甲南华顶水库预估会当有1270万立方米的水资源，大用会当供应加10天的用水，算是小可舒缓了欠水的危机。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的国际友谊市日本仙台市为了表达对咱的支持，购买6.7吨的台南往来，固定6月2号伫当地百货贩卖。市长黄伟哲除了伫仙台市的官方视讯会议上表达感谢，也先线推销台南市为6月份开始生产的船影。这场视讯会议包括日本仙台市的市长俊和子、议长铃木勇志，以及仙台台南友好交流促进协会会长等成员。这会甲市长委托分享将购买6.7吨的台南往来伫仙台上市。对此，市长特别感谢咱的友谊市用实际行动支持台南。我很高兴听到仙台市即将举办台南市的凤梨贩售会的消息。非常感谢各位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台南的凤梨。台南市的凤梨甜度很高，又非常好吃，酸甜滋味让人想起南国的夏天。我有自信，仙台市民们一定会很喜欢的。今年4月，我曾经和俊市长分享过台南的凤梨汁，这个凤梨果干，这个凤梨酥，还有凤梨面，还有这个凤梨酵素，等等的产品。市长回信告诉我，说你们的职员都觉得很好吃，我觉得很开心。当然，在2011年中日本大震灾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接受了台南市市民非常许多的支援。那当然，在去年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病带就是蔓延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接受了台南市给我们许多的支援，在此致上深深的感谢之意。那我们在接受台南市给我们这么多的医疗物资之后呢，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那现在我非常的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台南跟仙台能够再继续恢复往日就是能够正常的交流，能够互相去访问双方的城市。各位小多多。受限疫情关系，所以双方借当伫线顶交流。市长会长也特别促销6月开始台南酸饮的产柜，嘛亲自品尝芳甜的滋味。小酒了后，一定要互相访问交流，气氛相当热烈。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有时乌阴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温度30度到32度，落雨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6月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